所来看这屏东市的中安里啊，你有看到这个人无？伊叫做借钱的怪客啊，用各种的理由亲门大户入去到恁兜内底啊，伊惊甲厝里的老大人咧开讲，所来就开喙要借钱。真侪民众啊，捌断过，还有人讲这怪人捌对爬这个抽油烟机、风光坑入去偷摕钱啊！啊，这边啊，可能搁咧出怪招啊！ 一个穿挂太查甫人出现伫居民徛家门口口，伊外青暗，举手机也讲电话，干那咧找人，煞落个伊就行入去厝内。交到伫面窗顶的阿嬷开讲，秘书和对方食色。讲要买水果来互阿嬷，煞落个得甲边仔外籍看护借钱。 我有没有借的？从中到11点，这个查甫人出现伫屏东市中安里，里长就伫面册顶悬铺文章，有理论讲，这个人世界骗者真可恶，甚至有人讲，伊个会对抽风机的窗仔门爬入去厝内偷摕，里长就呼吁大家爱特别细致。 当时男主敲门讲是阿妈的朋友，要找阿妈。他说认识，他说阿妈认识。结果都是要借钱，甲外籍看护借1000块。我帮我1000块差不多，然后我明天来这里给你很多东西。其实你来也有人讲，厝内也捌互青婚的查甫人走入去。发生这个代志，里长也是报警处理。警方目前积极追查该男子身份。警方也提醒，若当着青婚人想要入去或者是借钱，一定要提高警觉甲技术，必要的时爱随报警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